让小孩能够多学点才艺，很多家长从小就会让小朋友去学习钢琴啊、画画等专长。不过呢，位在南投水里的新兴国小，在这里呢，4、5年级的小学生，大家学习拉二胡。原来住在这里老一辈的客家人几乎都懂得二胡这古老的乐器，老师就为了让小朋友贴近客家文化，音乐课就教他们拉二胡，相当有趣。起来，好礼，请三号。肉台火肉台的打发肉台用客家话上课，这在南投水里的新兴国小是每个同学都要学习的科目。仔细跟着老师念客语，小学生可一点都不生疏。不过可别以为客家庄的孩子只有这么点本事，客家传统乐器二胡也很在行。看着乐谱拉二胡，平均年纪他们只有10岁的小学生，拉起这古老的传统乐器，气势不输专业老师。来回练习，学生不嫌累，仔细听着老师讲解二胡，神情更是专注，就怕漏了哪一个环节。好，停。哦，这个手指没有按好，来按。这边这2指是按。哦，拉内旋的时候，刚有说这2指要出力。看看这一双双还没有发育完成的小手，小心翼翼拨动琴弦，美妙的声音传遍了南投水里乡的每个角落，同时间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。阿公在拉的时候就很好听，但是我那个时候还很小，就听不懂。然后后来我长大之后，我就问那个爸爸说，那时候阿公在拉什么？然后爸爸就说那是二胡。然后我才知道阿公那时候在拉的是二胡。记忆里依稀还有爷爷拉二胡的模样。小学生为了不忘记儿时童年，主动学二胡，就算练琴练到手都破皮了，也都不在意。手指的部位，然后还有握把的部位，然后有时候出力会有点破皮这样子。那么累还要学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就觉得很有趣，然后就觉得就觉得有点想要去学。其实二胡会被新兴国小列为必修课程，是因为住在这里多数的客家人都会借着拉二胡疏解心情，久而久之变成这里最为普遍的乐器。的那个老一辈的很多有家长都会有这个兴趣学二胡的，客家子弟我们就传承说他们的一些老一辈的就是生活这个记忆啊。对孩子们来说，不论客家话或是拉二胡，都是他们和长辈拉近距离的牵引，也让他们更懂得珍惜客家文化。二胡的琴弦拨动浓浓客家氛围，孩子的指尖弹奏悠悠文化长河。南投校园里，客家文化静静传承，乐声传递感动时刻。